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暴力的彰化病院拍一支影片，是医护人员合唱着手牵手这条歌，要甲桃园病院医护人员斗相听。因为去年1、2月，台湾第一例为着新冠病毒死亡的案例，就发生伫彰化。当时步入彰化病院医护人员，同款是人心惊惶，所以对桃园病院现部的状况，真会当来感受。医护人员除了合唱之外，嘛伫影片的结尾大声来喊讲加油，希望桃园病院会当顺利度过这届的难关。彰化病院医护人员徛一排唱歌，要替桃园病院医护人员加油赞声。布桃加油！布桃加油！布桃加油！包括医师、护理师，甚至院内行政人员拢发加油，因对桃园病院即摆情形拢感受真深。因为去年1月，全台湾第一件本土病例就是出现伫咧彰化；到2月，全台湾第一件感染新冠病毒死去病例嘛是伫咧彰化。因为这治疗感染的患者，和院内每一个人拢会惊吓。因为我们也都是这样一路过来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很感同身受。本土案例不管他在哪里，那个当地都会有很多的压力。感同身受了哈，因为在这次的防疫过程中，我们部医大概都是承担这些确诊病例的收治。除了替桃园病院加油，影片内底会当看到医护人员的面，拢是挂嘴暗的混食，一直消毒，嘛，互因的手过溜皮，就是希望伊当互民众知影，医护人员拢是冒性命危险，唔惊辛苦，唔敢发忝，徛伫咧第一线，替防疫监督，